香港宏福苑5級大火，至少65死，200多人失聯。2026年卑詩省投機與空置稅率將升至3%。多倫多 Finch West 輕鐵12月7號通車。溫哥華市議會批准2026年預算，確定凍漲地稅。國民警衛隊員白宮附近遭伏擊，阿富汗槍手被捕。歐洲議會議決倡社交媒體設使用年齡限制。大家好，歡迎收睇加拿大中文電視台粵語新聞，我係歐陽琪琪。今日係11月27號星期四，下面一齊嚟關注今日嘅詳細內容。香港大埔宏福苑發生5級火，造成至少增至65人死亡，200多人失聯。警方拘捕3名工程公司負責人，指涉嫌誤殺。廉政公署宣布成立專案小組，就宏福苑維修工程可能涉及到貪污展開全面調查。消防處喺香港時間27號下午舉行簡報會稱，7座起火大廈面積大，並有竹棚同帆布包裹，令火勢蔓延迅速。現場亦有大量傷者求助個案。至於餘下求助個案生存率有幾高，消防處表示現階段不作評估，同時會逐層逐戶破門進行搜索以及救援。大埔宏福苑宏昌閣喺26號下午2點52分發生火警，現場火勢猛烈，冒出大量濃煙席捲半空，多名居民報案。消防員到場發現大廈外牆棚架起火，動用2條喉以及2隊嘅煙霧隊灌救。消防處表示，下午3點02分將火警升為3級，並喺下午3點34分升為4級，喺傍晚6點22分升為5級。今次火警係17年嚟首宗5級火警。李家超宣布官員減少出席非必要公開活動，特區政府亦將會舉辦悼念活動。另外，政府正草擬物資支援清單，通過港澳辦希望內地提供協助，請求物資包括勘測無人機、爬梯助力器、輸送帶、用於燒傷病人嘅解凍劑、燒傷醫療耗材。政府另提出要商討推動金屬棚架取代竹棚嘅路線圖。警方已設立熱線俾市民查詢火警嘅死傷者資料，熱線號碼為1878-999。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稱，主持跨部門緊急會議，以即時啟動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聽取保安局同消防處彙報。喺聯邦政府取消房屋空置稅之際，卑詩省就計劃喺2026年初大幅提高投機與空置稅稅率。對於外國買家同全球未納稅收入者，其稅率將上調至房產評估價值嘅3%，比早前提高1個百分點。對於加拿大公民同永久居民，稅率就從原來嘅0.5%上調至1%。考慮到當前低迷嘅房地產，唔少人對呢一個稅種嘅合法性、必要性以及有效性產生咗質疑。根據卑詩省政府網站，該稅嘅目的係將空置住房轉化為卑詩居民嘅住房，並確保外國業主以及主要收入嚟自海外嘅人士公平為卑詩稅制作出貢獻。多倫多全新 Finch West 地鐵6號線預計喺12月7號正式通車，該線原定2021年啟用，工程較原計劃延遲多年，如今終於投入服務。新線沿 Finch Avenue West 行駛，設有18個車站，其中大部分路段為地面下行車。通車之後將連接 Humber College 北校園至 Finch West 站，並與地鐵1號線直接接駁，為市民提供更方便嘅跨區交通選擇。由清晨6點到晚上10點運作，直至春季結束。該輕軌共有15架列車投入運行，喺繁忙時段平均每6分半鐘一班，週末就為每10到12分鐘一班，班次相當密集。另外12月7號起，多倫多2個地鐵站亦會更改名稱 ，Eglinton West 站將會改名為 Cedarvale 站。Dundas 站就會改名為 TMU 多倫多都會大學站，新線及站名更改屆時將一並生效，提醒市民留意。溫哥華市政府喺近日通過2026年預算，批准23億9千萬元嘅營運預算，包括凍結地稅增長，並喺削減多個部門預算嘅同時，
增加對市警察局撥款5000萬元。溫哥華市長沈觀健喺市議會辯論結束之後表示，市議會竭盡所能，確保居民同企業嘅生活可控可承受。呢個24億元嘅預算案引起咗極大關注。沈觀健同反對派議員都將其置於明年嘅市政選舉背景下展開討論。喺過去2週內，有超過600名市民喺市議會會議上發表意見。最終該預算案按黨派劃分獲得通過。美國2名國民警衛隊成員26號喺首都華盛頓白宮附近遭1名槍手伏擊，2人中槍危殆。嚟自阿富汗嘅疑犯被捕。移民局表示無限期停止處理所有阿富汗國民嘅移民申請。美國總統特朗普指責呢個係恐怖行為，宣布加派500名國民警衛隊隊員到華盛頓。國土安全部確認被捕槍手喺2021年9月份從阿富汗入境美國。特朗普強調必須重新審查喺前總統拜登執政期間嚟到美國嘅所有阿富汗人。今年8月份，特朗普以加強首都治安為由，指示國防部部署數百名國民警衛隊隊員，幫助重建華盛頓嘅法律秩序同公共安全。移民局就表示，無限期停止處理所有阿富汗國民嘅移民申請。歐洲議會近日通過一項決議，呼籲將歐洲聯盟內社交媒體嘅預設使用年齡限制定為16歲。路透社報導，根據10月公佈嘅決議草案，歐洲議會建議建立統一嘅歐洲16歲數碼年齡門檻。未滿16歲，如果未經過父母或監護人同意，不得使用社交媒體平台。歐洲議會該項決議亦建議將13歲設為歐盟統一嘅最低數碼年齡。13歲以下未成年人不得使用任何社交媒體平台，亦都不得使用影音分享服務與人工智能 AI 陪伴工具。不過，歐洲議會通過嘅該項決議並冇法律約束力，亦並非制定政策，僅為向歐盟執行機關與成員國提出政策方向建議。下面一齊嚟關注天氣。多倫多晴間多雲，零下1度到2度；溫哥華多雲，3度到8度；蒙特利爾晴間多雲有降雪，零下3度到0度；卡加利多雲，零下13度到零下8度；渥太華晴間多雲有降雪，零下4度到零下1度；洛杉磯天晴，11度到22度；紐約晴間多雲，0度到6度；芝加哥晴間多雲，零下3度到零下1度；休斯敦晴間多雲，9度到18度；邁阿密晴間多雲，19度到23度；北京天晴，零下3度到6度；香港多雲，16度到21度；巴黎有雨，7度到11度；倫敦多雲，7度到12度；悉尼晴間多雲，19到24度。今日嘅新聞已經報導完畢，多謝大家嘅收睇，再會。